竭力保守神灵所赐，合而为一体心，竭力保守神灵所赐，合而为一体心。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要进入第7天《使徒行传》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书成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上帝，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慈爱，称谢你的救恩，呼求你的同在。今天早晨，我们要再一次聚集来攻读圣经，求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过，让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开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能看见，能明白，能听见，能领受，使我们得勉励，被激励，也警惕自己，不轻忽神的作为，走在合神旨意的道路上。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昨天我们读到的第4章是接续的第3章的美门事件，就是这个生来是瘸腿的。那第4章的后面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瘸腿的人已经有40多岁，所以这个是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甚至比耶稣的年纪还要早一点出生，那他就已经是瘸腿，那甚至可能已经在圣殿门口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再大声一点的，好，甚至透过使徒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见证，然后让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来证明耶稣从死人中复活。那有5000的人加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使徒也凭着上帝所给耶稣复活的能力，因为这些公会71人的公会在审问这些使徒是奉谁的名，凭什么能力做这些事情。那他们是凭着神让耶稣复活的能力，以及奉耶稣的名行神迹，说明可以看到这是在强调耶稣的名还有圣灵的工作。那他们也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如同圣灵浇灌下来一样，不能不说，必须要传扬，必须要讲论。最后他们虽然被恐吓被威吓一番，但是他们却回来一起同心的祷告，引用诗篇第2篇，知道说这个地上的君王要对抗主所差来的受膏者，所以他们就祈求主伸手来鉴察，然后也能够来行医治神迹和奇事，能够借着主的名来行出来。当他们祷告完之后，地就震动，他们就更加被圣灵充满，放胆来传讲神的道。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的是第4章的后半段到第5章的11节。那我们请书成长老带我们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4章第32节，这一群信徒都同心合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财物是属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大家公用。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上帝大大降福给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中间没有人缺乏什么。那些拥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卖产业的钱交给使徒，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有一个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利未人，名叫约瑟，使徒们叫他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是鼓励者。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块田地，把钱拿来交给使徒。第5章，另外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一些田产，他留下一部分钱，把剩下的交给使徒。这是他的妻子也同意。
彼得对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做撒旦？为什么让撒旦控制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把卖田产所得来的钱留下一部分呢？田产没有卖出是你的，卖了以后钱也是你的，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上帝。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倒下去死了。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害怕。有些年轻人进来，把他的尸体裹起来，抬出去埋葬了。过了3个钟头，他的妻子来了，还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彼得对他说：告诉我，你们卖田产的钱都在这里吗？他回答：是的，都在这里。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串通来试探主的灵呢？你看，埋葬你丈夫的人就在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立刻倒在彼得脚前，死了。那些年轻人进来，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把他抬出去，葬在她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其他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害怕。以上。好，谢谢舒成长老。好，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记载是从第3章的美门事件一路到第5章，要拣选7个执事之前，那这一段就在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事迹，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地到撒玛利亚。那这里是在讲到初期教会本来是在圣灵降临然后大家都能够天天同心合意横牵在圣殿里敬拜，在家中擘饼，然后用饭赞美神。那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也因为这个美门的事件呢，让虽然教会人数增加，但是教会也开始受到了威胁和迫害。那当他们祷告完，好，那地震动，放胆传讲神的道。好，那这里有个插曲，就是大家一样是同心合意的生活，并且呢，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说他的财物是属自己的。那在这里都是大家公用。好，让我们看到说教会初期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的教会生活，好，所有教会的东西都是属神的。那所以这里指的不是说指自己的。像今天我们来看，好，那对今天来讲很难，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在教会的东西，大家教会的东西都是凡物公用，好，是属于上帝的，好，没有人能说这教会是我的，这教会是属于谁的，好，那这教会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好，所以这就是教会初期的样子，好，那也让我们看今天教会也应该是这样子，好，在教会当中。第33节，使徒以大能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所以他们把一个目标放得很清楚，就是见证耶稣的复活。那是撒都该人所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他们依然专注，好，因为这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也在这样的见证当中，那众人也都蒙了上帝的赐福，所以他们在教会当中，越给人就越有给你们的，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在这样教会生活当中，反而他们比平常没有教会的生活还得到上帝的祝福。34节，那他们当中没有缺乏，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所卖的钱都放在使徒脚前，叫每人的需要分给个人。那所以在这边的凡物共用，我们可以把它看到，就是教会当中就是彼此帮助，彼此需要，参与教会的人的需要就是全教会的需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教会呢，虽然好像是从马可的家，就是是这个马可福音的马可的家，就是他的妈妈是玛利亚，那开始，但是呢，这里有人早就已经提供家来成为聚会的地方，那有人呢就把田产房屋卖掉，卖的钱呢放在使徒的脚前。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呢？因为当时教会就有3000，后来到5000，好，那人数不断的增加，
所以每一天这个教会的支出开销都是非常的大，但是呢也看到说大家都有一个奉献的心，那甚至奉献到一个程度，就是连田也卖了，房屋也卖了，变换成现金。这些现金我们继续看到后面的第6章，就可以知道这些最主要的事工就是可以让大家有饭吃，来照顾教会当中的人，特别就是照顾那些不足的人。那这也是在旧约当中，摩西的律法教导当中，也未曾有这样子大规模的或是这么样慷慨无私的一个的生活。即便摩西的律法有规定12支派都要奉献，那在旧约当中列王记这些王的治理本来就是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来照顾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百姓。但是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却不是透过政府的力量，反而是透过使徒们的聚集号召力，那主要是回应主耶稣的复活。那这里也强调一个人因为很多人都卖了田产和房屋，但是呢，有一个出生在塞浦路斯，以前和本都翻成居比路，那就是今天地中海的塞浦路斯，是利未人，所以他是跟这个摩西一样是利未人，亚伦一样是利未人，但是他又是亚伦是利未人当中的亚伦，成为祭司。那利未人呢，在旧约当中，就是应该要在圣殿里面来服务。那在新约当中，圣殿耶稣的时代，使徒行传的时代，那这个圣殿还在，那既然是利未人，他们就是接受这个利未记的教导，那按照利未记的要求，要在圣殿里面来分担工作。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之前提到有很多约瑟，所以使徒们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的翻译的意思就是鼓励者，和本说安慰之子，因为第一个巴就是谁的儿子，就是他是拿巴的儿子，那拿巴呢就是安慰或是劝慰或是指导。那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第11章，甚至到15章之后，15章都还有提到巴拿巴，所以从第4章巴拿巴就出现了，而且他的年纪也长于保罗，那他是保罗的这个应该说是属灵的长辈。那讲到他呢，他就是出生在塞浦路斯，然后他有自己的田地，那所以利未人的田地呢，在旧约当中，利未人是没有田地的，但是可能这个巴拿巴呢，那他被圣灵感动，那他也奉献了他的田地，卖掉就是在塞浦路斯的土地，然后变成现金带到耶路撒冷，他应该是从塞浦路斯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过教会的生活，就是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他的意思就是奉献给神。那只是路加呢用这样的形容放在使徒的脚前，并不是说这些钱是放在使徒的名下，而是应该是使徒可以决定怎么样来使用。好，那这里有几张照片，就是讲到塞浦路斯的地图，那其实离耶路撒冷并看起来并没有很远，那是在地中海靠近这个现在的黎巴嫩的地方。那塞浦路斯的海港是非常的出名，也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它所面临的是地中海，所以可以看到塞浦路斯是一个观光胜地。那它也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在历史上因为边开发的早，所以很多早期在那边的考古遗址呢都有保留部分有保留下来。那在塞浦路斯今天还可以看到一个叫圣巴拿巴教堂，那这个圣巴拿巴教堂呢，就是在记载这位使徒巴拿巴。好，那在这教堂里面有一个巴拿巴的墓穴。好，那这个墓穴呢，就是在回顾这个巴拿巴，他当初怎么样被传道。那这个教堂里面有介绍说，巴拿巴他是在这个地方传道，回来自己的家乡传道，他卖了这个地方，然后在耶路撒冷居住，然后跟着使徒们后来去到安提阿，后来跟着保罗去传福音，又回到耶路撒冷。后来他跟保罗分道扬镳，那回来到巴拿巴的时候呢，被自己的同胞所杀死，那遗体呢也葬在沼泽当中连埋都没有，就是葬在沼泽，后来沉入海里。
那跟随的人呢，看到他整个过程呢，就把他带到萨拉米好的一个地下洞穴，还有一份马太抄的圣经的副本呢，就放在这个巴拿巴的胸前了。好，那这个遗体呢就被埋葬了很多年，好，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好，那在主后的432年，当时的主教好，他在梦里看到了坟墓，那也把它挖了出来。那坟墓挖开的时候呢，巴拿巴的这个遗体被认出来，而且还有那本马太的圣经哦。那主教就到伊斯坦堡来告知皇帝，也捐赠塞浦路斯教会的自治权。那皇帝就捐赠这座修道院，好，所以在主后的477年来建造而成。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教堂上面他们的介绍是这样子。那但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确有其人，而且呢，他也带着圣经，那是马太所抄的圣经，很可能就是马太福音。所以这些使徒们呢，在当时，他们就已经带着这样子的福音书，好，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好，那他们来传讲，好，来教导关于耶稣的记载事件的这个的事情。那巴拿巴他是一个劝慰子，好，那在圣经当中有提到他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好，他会用信心来劝慰人，还有呢，他也是被圣灵充满，好，圣经说他是个好人，好，那就指他是一个义人，好，是一个遵守摩西的律法，好，那他本身是一个利未人，那他也看到不管是到安提阿好，或是到塞浦路斯好，或是他所跟着成为这个使徒的帮助好，把他的财富财产好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即便他没有成为12使徒当中的一位，但是他也是不断的用上帝给他恩赐来做劝慰的工作，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保罗不被教会所接纳，就是巴拿巴的功劳，好，那他替保罗来说话，好，让教会重新来接纳这个逼迫教会的这个保罗，也就是扫罗。那第5章继续在延伸这个议题，就是凡物公用，教会生活当中有一对夫妻，那先生叫做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的意思就是神所恩赐的，那这个第一个亚拿尼亚，好，那就是指亚卫之神，好，神所恩赐的。那他跟他的妻子叫撒菲拉，撒菲拉的意思是美丽，所以上帝的恩赐跟美丽呢，这一对夫妻呢，他们也卖了田产，好，那从原文的这个词来看呢，就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卖了一份田产，单数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田产是他们全部的，但是呢，它是一个单数，就是他们是其中一份，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份，不一定是全部。那他们卖了一份田产，第2节说他们私自呢把钱留下一部分。那他的妻子也知道，所以路加在这边有先讲清楚，就是夫妻2个人都讲了这件事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卖了一份，把钱呢私自留下部分，那可能就是他们还有其他的田产，但是他们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就是奉献并不是一个坏事，那但是他们却要说他们跟巴拿巴一样，卖了他全部的，然后呢都没有了，然后都要来得到人的尊称，所以可能因为巴拿巴那让人呢起来想要跟他一样，所以这对夫妻呢那他们也想要得到人家的称赞，想要得到使徒们的肯定，也是有样学样，照样画葫芦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呢，彼得呢，却在这时候呢，应该是圣灵给他的感动，或是圣灵给他的指示，让他知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所做的事情呢，并不是像巴拿巴一样，就是即便都是奉献，但是这个奉献呢，那有不一样，要第一个奉献应该是要甘心乐意。但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出于其他的动机来奉献，甚至彼得直接宣告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那这跟犹大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那所以在耶稣被卖的犹大，
也是撒旦透过金钱迷惑了犹大。那在使徒行传的亚拿尼亚、撒非拉也是撒旦也是透过金钱来迷惑他们的心，以至于呢，他们本来应该是要得到上帝祝福，却在这当中说了谎言。所以彼得说：“你欺骗圣灵，欺哄圣灵，把卖田地的钱私自留下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做主，为什么要用欺骗的方式呢？说你把全部都卖了，全部都奉献了呢？所以彼得的这边说，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神。好，那彼得有没有意思要处罚亚拿尼亚呢？或是彼得有没有意思要定亚拿尼亚的罪呢？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好，但是路加的描绘第5、6节，当彼得这样子说出实话的时候呢，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倒下去。所以亚拿尼亚呢，他可能在当时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在彼得在教会当中，圣灵的运行，这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圣洁，好像这个进入到会幕一样。那每一个人到会幕呢，就好像旧约这个会幕里面必须要洁净自己，祭司利未人如果没有洁净自己呢，就会被上帝的圣洁所击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初代教会呢的圣洁生活到一个程度，就是有人犯罪，那这样的谎言、这样的欺骗呢，都不能够在教会里零容忍。那所以彼得只有这样子指责，亚拿尼亚就自己被自己的良心所指责，那就倒下，就断气。所以所有听见人就非常害怕。那有些年轻人，那这里还特别强调年轻人了，所以表示说在教会当中，不是也有年轻人，把这个亚拿尼亚的尸体裹好，抬出去埋葬。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16章19节，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防他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那在前面的第3章美门事件呢，是他在地上所释放的，所以他就释放这个瘸腿能够跳起来行走。那第5章呢，他在地上就捆绑。好，那捆绑呢，就是用上帝给他的这个圣灵所给他的权柄所以彼得的话呢，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力量。好，那跟他之前出卖耶稣时的话呢是完全不一样。那接着是他的妻子，7到8节。过了3小时，好，那路加也讲得很清楚，好，时间还有这个顺序，甚至他的太太呢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那彼得呢也来问他的太太，好，那这可以看出彼得呢希望透过这样的问呢，一方面可能让他的太太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彼得好像是一个审判官一样，好，那在判断事情，好，因为整个教会成千上万的人。好，那成千上万的人，教会大家是凡物公用，好，这里每一天所要接收到的奉献，所要做的支出，开销，都是非常的大。那这个使徒必须要维持教会的一个公正性，所以如果你说你这个奉献是全部都奉献，那大家就对你用全部都奉献的心态来看待。那彼得就问撒非拉，你告诉我，你们卖的田地就是这些吗？那撒非拉想都不想说就是这些，所以证明怎样？撒非拉跟他的先生亚拿尼亚已经都讲好，就是要来沽名钓誉就是他们想要得到人家的称赞。那他们不怕神却怕人，因为他们知道神一定知道，但是他们却希望在人的面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样子。所以他们就是同心欺哄欺骗。那这时候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串通起来试探呢？试探主的灵。所以在这里前面讲欺骗，那这里又讲试探，可以说是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他们被接受这么严厉的审判，甚至连悔改，甚至连饶恕，或是甚至连等候3天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那短短的时间内，这对夫妻呢，奉献也是有奉献的夫妻，居然就在这个使徒们的脚前就倒下去，
跟自己的银子一起灭亡。好，那这也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好，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第10节说，他也立刻就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啊。好，同样又是年轻人进来，好，那又把他抬出去。好，所以只有差3个小时而已。好，那一天就举行了教会，就举行了2场的葬礼啊，举行了2场的告别式。好，那我们在列王记的第3章，好，那16到28节，好，就是所罗门刚刚当王的时候呢，他也遇上了一件很难解决的事情，就是2个女人来强调，好，这一个活着的婴孩都是他自己的婴孩。那所罗门他必须要拿出智慧，所以所罗门当下的做法，就是叫人用刀把这婴孩砍成一半。好，那这样的智慧呢，好，找出了谁是这个婴孩的母亲。好，那也让这个有罪的说谎的人得到应该要受的审判。好，那这个事件呢，让所罗门很快的就在整个以色列国家坚固他的地位。大家知道，哇，上帝与所罗门同在，所以所罗门接后的40年做王的期间，几乎是非常的稳固。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呢，彼得就是初代教会的第1代的教皇。这个教皇是天主教的用语啊，那在基督教，我们不会说教皇，我会说他是顶多说他是使徒，说他是教父，那他是监督。好，那但是呢，他必须要掌管代理整个教会的运作，所以他也必须在教会当中得到人的敬重。所以神借着圣灵，特别在彼得所说的每一句话上都带着权柄。好，所以我们也要服侍上帝的人，在教会服侍的人知道，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我们的口中的话是带着权柄。我不晓得大家都很害怕彼得自己本身没有被自己的话吓到。好，他这样子来说出你欺骗圣灵，好，你试探主的灵，那没有想到人就在他面前倒下。不晓得彼得当下的心情或是他的感受是怎样，但是我们回头来看，彼得他也因为这样子更加确定他就是上帝所拣选，也是耶稣所说他拿天国的钥匙，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这块石头的身上。最后一节，全教会和其他人听见这事的人都非常害怕。那这是一个对照，本来呢他们是凡物共用。好，那第2章的后面讲到他们是存着欢喜的心，来到教会呢，他们在教会很喜乐，而且教会外面的人，教会也得到全体百姓的喜爱，大家都看到他们很开心。但是现在教会好像突然有一个恐惧，那这个恐惧呢，你可以把它说成是害怕。好，那因为在英文当中也是 fear， 就是敬畏，所以全教会这时候就变得大家的奉献就怎么样。好，我们也可以想象之后大家的奉献绝对是乖乖的奉献，也不会拿来随便欺哄或是欺骗。哇，但是呢，这个是让教会好像到了旧约，教会成为旧约的会幕一样，成为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殿一样，就是教会生活就是一个圣殿的生活。好，今天这段经文没有很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初代教会的影子，那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不要只有看字面，也要只有看表面，也要看背面，看里面。就是这样教会生活呢，没有人可以说谁是教会的主人。那有时候会说这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怎么样，这个是很好，但是这个我呢变成第一人称单数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你的教会。要说是我们的教会，或是更好的是说这是神的教会，不是属于人的教会。所以我们在用词的上面呢，要很谨慎，要很小心。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在教会的奉献的参与当中，我们应该要欢喜诚实。那今天我们的约定奉献、11奉献，对主的奉献，已经没有看到说像初代教会这样子，我们明明上帝就给我们这么多，但是我们却只有回应上帝这样，然后上帝就在教会里面就说欺骗圣灵或试探主的灵。牧师也不会用这样来控告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但有时候呢
我们是圣灵自己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有时候是圣灵自己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好，那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大家的同心合意，所以不会有一个人说教会是自己的，大家是凡物共用。第二个，我们看到使徒他们怎么样管理教会，照个人的需要来分给个人。第三个，我们看到使徒，这个也是使徒行传的使徒巴拿巴，那是一个劝慰子，那他也奉献了他在这个地中海岛上的田地，所以今天我们去塞浦路斯，里面可能有一部分，其中也是巴拿巴他是拥有者，但是他却奉献。他自己也奉献他的生命，献身在宣教上，带着马太福音去传福音。那亚拿尼亚夫妇，他们也奉献他们的田地，却因为欺哄圣灵、试探主的灵而灭亡。好，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呢，可以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提醒，也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能够也有每次我们的奉献呢，这的能够讨神的喜悦来荣神益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5章，初代教会的信徒怎么样有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更重要，在教会的生活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能够专心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他在今天仍然是复活的主，依然与人同在，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可以求告主的名，也求主祝福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奉献，不论是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才能、奉献恩赐，都能够来荣耀神，也是一个存着诚实的心、甘心乐意的奉献，让我们每一次的奉献都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阿们，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凡事